20多年了，我跟着贺振东的每一天都生不如死。我当时想，不如死了算了，一了百了。可我后来想通了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初抛弃我、不要我的人是你们，应该受到惩罚的也是你们，为什么我要去死？就当我觉得一切快熬出头，我很快就能过上我想要的日子的时候，我自己的亲妹妹却霸占了我的位置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她那么容易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，而让我要这么苟延残喘的活着？不过没关系，很快一切都会回到原点。我一定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。东西都寄出去了吧？你放心吧，都寄出去了。而且我还做了些手脚，我现在就能想象出南宫琉璃收到那份文件的表情。最近安排你去趟新加坡。要我去新加坡？你要我去那儿干嘛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Welcome to 喜来登。来这边。明天还有什么行程？明天上午没有什么安排，下午有2个会议。如果可以，尽量把我的行程安排的满一点。是我尽量安排。对了，顾总，今天晚上还要给您安排其他的行程吗？不用了，拿几瓶酒到我的房间。哎。等一下。